過來進行到口語測驗、華語專門抗語嘅部分。這種題目係是當多，然後按樣順來準備咯。第一是愛把握抗語嘅特徵詞。第二，要曉得運用關鍵詞同同義詞。第三，將華語轉換做客語。第四，將同你規句話完整又連貫嘅表達出來。比如講，題目係按呢寫嘅：太熱的時候不要去曬太陽，會中暑。然後睇拍題目了後，識得用詞彙做單位，同規句話切做。太熱的時候不要去曬太陽，會中暑。太熱太熱的時候該洗潔，不要去唔好去曬太陽。這句話的說法就需要特別留意，動點腦筋咯。它的客語說法與華語不同，曬太陽要說成本日頭曬，給太陽曬。會中暑，抗語按做熱到。整句話合起來就是太熱該洗潔，唔好去本日頭曬，會熱到。比如再一題，男孩女孩一樣好，兒子女兒都是寶。男孩按到細奶，女孩按到細妹，一樣好，樣樣好。兒子按到奶，女兒按到妹，都是寶，都係寶。所以整句話合起來就是細奶細妹樣樣好，奶妹都係寶。